台南400甲新年虎蛇迎马祖将伫咧这个周末登场。28号西景第一天，伫咧中西区、东区、南区；29号西景第二天，伫咧中西区以及北区西景。届时将会影响到道路交通。市府交通局建请来往南坝民众，会当有先改道南门路、中华西路以及金华路。来往东西向的民众会当利用新公路、府前路以及中华东路、中华南路行经活动周边，也请减速慢行，依照现场警员教人员指挥，交通局也将持续监控道路交通的状况。交通局提醒民众会当先查询活动路段以及相关交通管制，有先规划路线，撇开可能塞车路段。经过活动路段，也请慢行，注意行车安全。想要参与活动的民众，则是建议使用大众交通系统，减少找车位的不便。活动期间，周边道路将强力执行违规停车处理，以确保交通安全甲顺畅。记者张世维整理报道。